继续来看这个云林北港农会发生着集体弊案，有8个职员伫9年内涉嫌侵用公款将近1亿2千万。云林地检署带回着20外个人来问口供，有5个人防收押。 伫面册食好料理，设计游山玩水，身躯穿的攀岩名牌不遮贵，开花的日子笑甲心花开。伫咧云林北港农会担任会计已经11年多，煞食到好打油画，所用公款超过1亿。他很用心，连那个个位数，你看还有这种994，然后在006，尾数都出来了，真的哦，实在哦。北港农会为资金存放伫咧合作金库，查某会计利用内销过手机会，为9年过程开始到旧年初，经过7位董事和干部伫咧支出团票和提款的便条等因核过了后，金额报济，不过实际欠少的处罚，9年时间所用农会要1亿2千万。会都卖到伊就行几步啊，伊就会喘，大家就是感情伊也入来农会足久的，大家拢体恤他这个病态，无去想着讲伊会去安做跩迄个人。因为这些人在支出传票上及取款凭条上都需要翁姓女子、张姓女子等人用印之后，才有办法把钱领出去。大个月拢使用几20万到几百万，佮转到10几个人的口座内底，趁年底关销才佮改报回去。有利处罚刚骗9年时间，去年7月因为破病过身，佮2700多万无回报。虽然当初讲是靠查某会计变去，因完全拢唔知影。不过金融机构监督机制煞袂输，拢是伫咧设计。 这位过去的干部和职员，除了认为以5万和10万交保，另外5个人有串证记录，已经从羁押禁见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